2026年7月25日每日靈修，有主的靈幫助我們，約束我們的心。622心中的王，每日靈修小品經文，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，謹慎自守，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。彼得前書1章13節。小故事，有一國王走在市郊外，遇到一位鄉下老人。國王問他：你是誰？老人從容的回答：我是國王。國王哈哈大笑說：國王，我才是國王，而你統治什麼國？老人非常神氣的說：我統治我自己。曾經有人問布道家慕迪：什麼人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麻煩？他的回答是：慕迪給我的麻煩多過任何人。默想，一個人的王國裏統治的就是自己，是最難控制和最叛逆的。讓主做你心中的王吧。審查自己在哪方面的性格或習慣不能自我約束呢？禱告，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給我們在世上的生命，也期望我們能夠好好的管理和約束我們的人生，活出精彩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做我們心中的王，幫助我們能夠控制不好的脾氣，約束屬肉體的情慾，使我們有聖潔的生命，專心盼望你要賜給我們的一切恩惠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